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13日 AM 新闻，我是陈家豪。新闻一开始，做伙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一个暗暝，台南高雄真侪所在拢伫咧淹水，台南是雨落上介济，高雄冈山也有人被大水冲去，煞来死亡。反送中的洗面奶有一间病院的医护人员开始静坐抗议，民间团体也讲8月18时阵会超过300万人要来游行。知名艺文团体游人辛苦，因伫台北文山的剧场发生火灾，规个设备道具拢乌有去啊！台南昨暗是落大雨，到了半暝啊，真侪所在拢伫咧淹水，其中仁德是上界严重的。除了仁德交流道封起来，太一工业区也伫咧淹水。中华医术科技大学也淹到半个人悬，这24点钟累积的雨量是到314毫米，全国上界悬。为什么这个台南会淹到这严重呢？重要就是三亚溪规个水是填出来，市政府甲行政院今仔日也来监察，也赶紧要来治水。国道1号仁德交流道淹水，且阿未道交流道道泡水条呢，边个仁德分子所加警车也受灾殃。车子没有进来的时候，可以放它坐外面，所以就没有进来了。那另外一部也出不去了，所以这边都是用走的出去。警方必须用行出去，高向南加分班的训练场，淹甲亲像雨共款。附近中华艺术科大外口拢是黄土水，连牵机车开拢有困难，需要有人到三共杀。太医工业区也强要规个泡在水内，整个路上还都是淹水，都没有退哈。连铁门拢伫淹水时被破坏，规个仁德区是台南淹水上严重的所在。24小时连续雨量314毫米，全国上悬。加上穿过仁德三亚溪，水涨起来，外水淹入来，内水排袂出去。好深啦，因为迄扩宽上好啦，现在已经无当扩宽啦。台南市政府来勘灾，居民抢咧头，因为三亚溪拄着大雨就淹水，水利署已经伫今年开了31亿分3期整治，按算至控制5年完工。行政到场强调也要求赶紧赶工。那我们希望说原定的4年计划，那可以尽速的往前加速的赶工，希望能够在3年或2年内，就尽速能够把这个工程完成。行政希望至少加速1年，到时阵除了增加三亚溪通风断面，也有关补花，应减少淹水面积10公顷。记者综合报道。昨暗迄阵雨有影真大阵，一暝醒过来，煞变作是江洋大海。伫台南的永康、仁德、规仁等等，拢总有8个行政区拢有淹水的灾情。有的民众是趁着天也未光，就赶紧伫咧挡水，防止这水淹到厝入来。要这个社区的地下室煞变作是游泳池，停在下面的车拢是浸伫水内面。台南市政府也伫透早6点33分的时阵，也赶紧来宣布停班停课。透早天也未光，雨长大，有民众对未输溪流的车路撩水离开，有的佫牵奥多摆的，就惊讲水会淹佫较深。焦了，我这边都是湿的。我们从2点半的时候就发现已经淹到小腿了，然后我们发现的时候就要准备把车先往比较浅的地方。台南永康区昆山里对暗时11点就开始落大雷雨，部分路段到半暝3点，水已经淹到厝里。有的民众紧起来查水，但是效果有限。台东路一栋大楼地下室被淹到变成水池啊，汽机车拢进水。摩托车就6、7台啊，轿车剩1台。大客车入去市区送货，嘛发现台南东区仁德真侪路段拢淹水，即使拢看到民众徛伫咧水内面，路边的车嘛浸水，爱上班的人无法度去公司，学生去学校才知影已经停班停课。我多爱个倒转去啊，无啊，袂去过来，阮公司伫遐哩呢。我是守卫啊，好。今天停班停课，你不知道？不知道啊。因为有8个行政区有道路含桥淹水封起来，台南市政府伫6点13分宣布停班停课，不过嘛受民众未负注意就出门。市长安伟地解释讲，雨量瞬息万变，已经量早宣布。在6点在5点半的时候，那个时候都还在讨论，那个时候的灾害的情形以及雨量会不会延续，我们都还在讨论。我们已经尽可能提早在民众出门前，尽量提早能够宣布，不要造成民众出门塞在路上。才收到停班停课的消息。市民唔免调水去上班，但是淹水的灾情真严重，一座店头拢浸水，规工无法度做生意。免做啊，因爱个消毒个，反正这个较好做啊。那即马算
有啦，抽水的嘛，头也咧抽啊。市府表示，等水全部提起，会全力协助民众清理家园，并且启动勘灾和现金救助。记者综合报道。高雄自半暝啊，也开始落大水雨，市区真侪所在也伫咧淹水。在田寮区的西德里，积水上界深的所在有到一个人悬。不过高雄却是无达到停班停课的标准。伫公山有一个查某人骑车要去上班，也因为淹水无看路，互大水冲去啊。找到的时阵也已经无开啊。伫咧阿莲区也因为溪里咧做大水，有人开车开到一半，赶紧甲车拼咧，做伊去逃生。也在屏东春日乡是发生水崩线的意外，规个交通是塌掉咧，全乡也停止停班停课停一天。警消伫看无底的黄土水当中详细找找，因为一名36岁姓林的女子骑车上班的时阵，经过公山潭底里昆山西巷的时，敢若积水看袂清路况，加上最近串流抓被抢走，计2点钟后伫水尾发现已经无生命现象。老百姓哦，唔知影要安怎交伊监村哪位啦，考时间单位，唔同单位叫伊看咱怎处理。透暝大雨，高雄未少所在积水，田寮区美罗桥道车积水伤深，抓3个人吊伫咧车顶，消防队出动才脱困。日前溪因为溪水串流，一台乌色轿车被冲走，警消出动救生艇找找，才发现车主第一时间已经跳车逃生。田寮区世界土家仔城嘛，因为日前溪串流，黄土水灌入去地下室，水退啊，地下室煞规个拢落古霾。扫水啊，扫水。哦，应该清嘛。啊，地下室拢规个。田寮区西德里嘛，因为落大雨，水淹到一个大人的管道，护理长透早6点外赶紧甲居民撤离。民众都撤离了，拢撤地啊。当较严重，会在靠早时，他淹个他就1公尺，他就1米2啊。全市几内围积水，市府早起8点紧急召开工作会议，高雄市长韩国瑜亲自坐镇主持。尾仔伊嘛去田寮等所在勘灾，佮取消市政行程，但是不断淹水，民众嘛去韩国瑜的面前怨叹。其他很多区块的水都退得非常的快，所以目前没有达到停班停课的标准。那高雄市政府照样正常的上班上课。互人骂的，还有屏东县长潘明安，大雨同款，互屏东造成灾情。屏东春日乡规中村的徛街，互土石流侵蚀，好佳在无人伤亡。嘛因为对外交通中断，春日乡宣布13停班停课1天，嘛变成屏东县唯一一个停班停课的乡镇。记者综合报道。落大雨的情形，中部也是闪袂过，也是伫咧下大雨。在彰化市景观公园，煞变做一个水池啊，甲一个彰化系统交流道下面的崩坑也有伫咧积水。保盐地区也因为这积水，有的所在是消透袂去。伫台中的向心南路，这个车路也出现棚谷，必顺大约有2公尺长，也请民众爱注意。在中型便道这个所在，也有车互落来石啊夹着。目前是有人伫咧指挥倒看过。大雨落袂停，彰化市区4界拢淹水。伫咧彰化系统交流道下开，彰化景观公园变做大水池，真侪设施拢去互淹掉。上深的所在，淹到大人的骹肚，差不多有半公尺深。景观伫内底饲的台仔拢流起草包啊，毋过现场无救封锁线。哇，这也太深了吧！草地铝都流出来了。彰化市公所表示，景观公园淹水，上主要是后尾船倒灌，会赶紧做好警示。彰化系统交流道下开暗坑嘛积水，佮卡倒紧急封起来。保养环境路的保盐大牌嘛强要溢出来，佮加上爆花落落，民众家己斗这暗门头的下墙来挡水，啊毋过也是无法度，水嘛是共款淹入来。哎，袂烦恼，我消会出去的啊，落去做这起来啊。啊嘛无效，无啊，嘛是淹过，嘛是淹过啊。我是做惯力啊。伫咧台中市区8月12日落大雨了后，小连续传出灾情，南屯区文心南7路阿哥向心南路的路口出现长200公分、宽180公分、碰起来10公分的车路破去。当地里长指出，这已经是向心南路第3届因为大水雨造成路面海起的状况。都是这条路，但是那个范围就好像没有这么大。品质不管怎么样，为了人民的安全不管怎么样这个加强是一定必要的啦。是会从这个路面的那个柏油的部分窜出，所以才会造成这个部分的这个路面柏油有损坏的情形。有一些疑似这个雨水进入的点有
个台中和平的中华便道7点放行的车队，经过1.8公里的所在，伊计要上山载高丽菜大货车叫落来石头牵着车头猫落去，好卡在车顶细针的驾驶无受伤。13其他的时段无搁开放，14会看状况才搁来放行。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咱来关心香港反送中的情形。在顶礼拜，有人发现讲，有一寡警察加做一个乌衫人，伫咧群众内面拍人，要示威者的目睭受重伤。这么多的冲突事件，也引起着香港民众的愤怒。今仔日有7间病院医护人员也来静坐抗议，群众也继续去到香港机场来集会，谴责这个警方用武力用一个上过头。由民间团体民阵也来预告讲。8月18时阵要来发起大游行，按算会超过300万人。香港市民穿乌衫再度入去机场，直接坐伫咧离港关口的裤骹，持续对8月11顶礼拜日警方清场的作为表达愤慨。示威者不断喊口号，真生气。要过海关的乘客是寸步难行，航警也真无奈，嘛一度和示威者出现口角。下晡5点外，机关叫是连续2天，再宣布所有航班暂停登机服务。用下你啲專業知識。香港8日街頭爆發激烈的警民衝突，警察和媒體翕到穿烏衫無槍示威者，這真正的示威青年，嘛被翕到敢若將尖尖的武器下去示威者的卡網內面，栽贓予示威者，甚至講發生女性示威者佇咧警方清場的時陣，目睭銀紙受傷，流血倒佇咧褲骹，警方和民眾立即集大暴力罪狀，全香港的情緒真激動。第8日有公立病院醫護人員發起抗議，8日閣再有13間病院煞咧響應，人員組織佇咧各病院大廳，用紗布甲目睭炸掉咧，而且煩惱講發生死亡是早晚嘅代志。而家可以令到佢冇咗隻眼而永久失明咧，我覺得呢樣嘢係實在係太過離譜嘅。我哋係正步向一個人道嘅災難。有人死咧係遲早嘅事。咁大家連日嚟都見到咧，係越嚟越多人因為警方行動而受傷，而受傷嘅嚴重程度咧，亦都越嚟越犀利。民間團體民陣是號召8月18這禮拜日再出大遊行，而且希望人數會當達到300萬人，超越了一條大遊行嘅200萬人嘅紀錄。警察係可以走入去一啲嘅村裏邊亂射催淚彈，可以走入地鐵站裏邊用催淚彈製造毒氣室。林鄭月娥，你對唔對得起自己嘅良心？下晡4點，港警嘛閣再開記者會，針對8日爆發的警民衝突，警方公布佇咧尖沙咀總共抓到30個人，13是有17個人出庭。不過面對媒體質疑，有流出的影片顯示，目睭受傷的女子伊的後目鏡互布袋斷掉，愛警方回應一個講法，但是警方回應講現階段女子受傷的原因有真濟講法，希望大家閣稍等一下。記者綜合報道。香港反送中的市面有影真歹，咱香港機場是取消所有的機班，也在今日透早也來豆豆開放。今仔日特首林鄭月娥也召開記者會，未曾講話後着年，一講話就是要靠明年，也表示香港已經進入到緊急的狀況。國民因的市民講，您甘忍心將香港塞入去會粉身碎骨的萬丈深坑內底。伊也強調講支持警方來執法，不過咱的總統蔡英文也呼籲香港政府愛甲人民來對話。大家係咪忍心將佢推落去？呢個將會係粉身碎骨嘅深淵。伫行政會議進前召開記者會，香港特首林鄭月娥講到後更低，香港已經進入緊急狀況，煩惱講會走向一條不歸路。示威者互機場甲港鐵交通斷去，互市民甲經商的人士受到影響，嘛互香港社會規個亂糟糟。批評這掛行為根本就是無王法。即馬上重要的任務是反抗暴力，嘛對目睭紅斷掉的查某囡仔表達關心。對於呢位眼部受傷嘅女士，我係希望佢能夠早日康復。但係都係要去調查一個，如果佢肯報案，佢願意同我講當日嘅情況。記者會面頂，林鄭月娥一直強調講支持警方執法，警隊是香港社會的重要力量。即馬一掛怨恨警察的言論對香港社會完全無好處。啊，毋過回答的拿出啲背稿嘛，一直互記者來問話。
问讲林郑月娥敢有撤回倒换条例自主权，伊无直接来回答。针对香港冲突增加，总统蔡英文嘛呼吁香港政府应该爱加人民沟通。年轻的医护人员的受伤的事情让大家感觉到非常的不舍所以我们也希望香港的当局可以跟这个香港的人民能够坐下来沟通。另外，示威的情势是愈战愈烈。12因为香港机场全面取消航班，13早起小连续来恢复，不过嘛是有加班的航班前也是取消，桃园的台港航船嘛是有影响。出境取消的客机有16班，受影响的人数大约是6200个人左右。机场公司表示，因为香港机场已经开放航班申请起降，各航空公司嘛分开机型，尽量来运输旅客。中昼左右航班小连续恢复正常，不过嘛要提醒，要坐飞机去香港的旅客，要做进前要先甲航空公司确认班机上新的动态，避免行程去受到影响。记者综合报道。那讲到2020年的总统大选，郭台铭、郭文哲、王金平因三人敢有要来结盟，大家是金看。台北市长郭文哲也讲，这个郭台铭若是要出来选，伊伫中国的资产一定会互掠到这个掌头，又爱赶紧来解决。郭文哲受专访的时阵，也批评总统蔡英文一个辣台妹风格，就亲像是咧啉毒酒，伫咧挤喙焦。蔡总统也回击讲，这是错误的，也认为最近郭文哲的发言long失分寸。2020总统大选，郭台铭、郭文哲、王金平三方面的势力关键变数会当看清。台北市长郭文哲前2天和郭台铭见面，就捌讲你爱选赢，大家才斗3天，若无会互你害着。郭文哲强调，郭台铭伫美国和中国的事业一定爱解决，若无会互民进党大标签变成党建华2.0。郭董如果要选的话，你知道，我猜的民进党贴他标签，一定贴他董建华2.0。就说，这个是一个因为他还是有庞大的资产在中国，这个是他要去怎么去跟社会说明处理不然这个就变成那个打选战最大的罩门嘛。可能会先对于中华民国以及目前国家所面临的情势，大家交换一下意见，但是我觉得应该不会跟选举完全相关。过关王选也唔选，那伫定亚东咧关注，什么时阵三方会谈？个礼拜时间，郭文哲最近炮火正猛，接受专访的时先口说韩国瑜，能力会当后天训练品德真困难。国务院总统蔡英文最近的热台妹风格是请几听药单，民调低才去扣着枪。我们看看现在香港在发生的这些事情我们就知道说他真的用错用语了他进来的一些观察都失之偏颇也太以自己为导向。蔡英文讲郭文哲讲了伤偏，毋若是安尼，郭文哲佫家己讲，王中集团资本是支持伊，但是伊毋听话，无照蔡英文的意思发言，王中则转支持韩国瑜。对这点，中国时报报道，蔡英文回应表示，伊记忆无好，请郭文哲家倒找回记忆，到底是倒一句话无照伊的意思讲，就会对韩国瑜的嘴里讲出来。伊强调家己所重视的是爱台湾和无爱台湾。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知名艺文团体友人新歌，伫台北市文山区的山上剧场，今日透早发生火灾，消防人员收到通报了，要随即拍火，好佳在是无人来受伤。不过，这个山上剧团是平常时因排练甲表演的所在，而且也有真侪设备甲200多项的乐器甲道具，一声拢化作乌有啊！他们利用这场大火告诉我们，我们真的要更警惕。头日的表现真严肃的伫基道艺文团体友人新歌，伫台北市老庄街山德剧场，8月13早起传出火灾，拄远远的画面地当看到烟一直走出来，结果用茶器的排练场全部拢去互火烧去。我们是舍不得的，有人从很简单的一个小木屋，然后我们在这个山上到现在，迈向第31年。大自然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我们要跟大自然完全的和谐。创意总监刘玉武传开几落届，才甲话讲好煞。
回顾悠人新国1988年整团，就是用老山山竹高岭来做基地。30多年以来，大家拢伫咧山顶生活、训练，还佫有创作。排练场佫伫咧2008年去互台北市文化局登录做文化景观。即摆发生火灾，差错啊，敢若剩肌骨，互所有的人拢感觉真唔甘。这些除了是很多师兄姐他们之前的排练场，然后在他开始重建的时候，我们那一根一根的木头都是我们帮忙刷，现场看到没有办法。团队评估，包括排练场甲乐器等等道具的中建，尚无损失10外万。目前上重要的是要赶紧想办法，赶紧制造出200多件乐器，才会赴下半年的演出。针对它受损的道具、乐器、展显设备等等，我们都会专案来协助，最快的时间来开这个审查会议。文化部启动急难补助机制，等悠人新国提出申请了后专案处理，希望讲会当帮助重建。悠人新国嘛表示，接落来剧团排练会改去户外场地进行，未来重建完成了后，会伫无电的环境之下，对大自然的脚步来生活。记者综合报道。人讲教囝有时唔通教囝爬树，这老师就爱做人的好榜样。人本教育基金会接到一个家长的检举，讲伫咧嘉义县平南国小适任的老师，长期拢伫咧霸凌学生，搁伫网络顶面煽动其他学生囡仔，互即个防霸凌的囡仔变做是孤鸟插人群。不过学校的调查小组，敢若对即个老师用可责一等来甲处罚。人本基金会也要求讲，爱重新调查，也爱甲即款的老师洗头路。这1年以来，我真的忍受非常大的压力。虽然孩子没有出问题，但是身为一个母亲，你这样欺负了孩子，我真的没有办法忍受。讲到后生伫网络去互霸凌，赞同学的妈妈情绪真激动，伊安怎嘛料想袂到，并且 message 号名做反金讨亚团的群组是适任的班导师建立的，而且佫不三是煽动群组内底的4个学生甲伊的后生孤立。11月6号的讯息里面有写说，请继续跟3号保持距离，冰冻他就是了。甚至讲说，告诉你们一个好笑的是，3号今天在球场被打，然后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哭着跑回办公室求救。他在合理管教的一个借口之下，他什么样的管教行为都弄得出来。事实上，这些老师可能不清楚他的行为已经造成学生伤害了。去年9月份到今年4月份，总共8个月对话记录，要到300多页。记录是安怎公布出来？是群组内底一个查甫学生，去互妈妈发现伊伫口，讲是班导师要踢伊出去群组，看手机的对话撮一着，随来去甲教育处来投诉。那调查结果，我们觉得可能对学生的身心伤害并没有那么严重，但是老师的发言确实造成了学生的一个伤害，所以我们也调动整个调查，以请我们成绩考核会来做处理。学校调查小组用管教无妥当的方向，做出甲考绩拍伊的建议，佮加上无校外的人士。日本团体佮一届发文去教育处了后，校方叮嘱校外人士在内小组准备佮一届来调查。日本认为这个导师应该爱甲撕掉，而且目前学校的霸凌敢若处理学生对学生，却无老师对学生，应该赶紧甲制度处理好，互所有学校的霸凌拢会当有公平的调查。记者综合报道。人讲文官级别安天下，部长提督定太平。在金门有一个国家级的古迹，也就是明朝进士单建的医馆厅，已经有463年的历史啊，是金门地区保存上界完整的明代文官墓园。不过，这个墓前有2只100多斤的石狮，是消失2天，搁回来过墓。原来是贼仔搬走了，搁搬回来。有影是贼钱解摆，警方也抓到人啊！伫金门的国定古迹单建的墓有463年的历史，是明朝的古墓。无想到讲，墓前一只超过100公斤的石狮啊，伫8月初3发现去用头提起。文化局科长讲，这种喊告的盗墓行为是头一摆听到。从没有发现过说，墓的那个物件被偷走嘛，哈，没有这样子。那他们是民众担心说他们风水会被破坏啦，这个是我也不知道，这是一个传说的禁忌这样子的。
好佳在才过2天，初5就伫咧望远的入口发现石狮，警方随锁定嫌犯，初6传唤到案来说明，专案移送地检署侦办。嫌犯的肖想，这对石狮啊，可能是因为单件的网历史的价值，这是民调的证书，单件的医官网是金门保存了上完整的明代文官网的形制。2000年过关，依照文化资产保存法来做决定估值。陈建木，陈建他是我们阳仔人，然后他的父亲父以子贵，阳仔惠山寺前面那边也有个恩农坊，好，但是就凭陈建，因为他也很年轻，也当了举人。这阵判件佮找回来石狮，初10进行安葬的仪式，正侪位用地的记录拢出席祭拜。趣味的是，有村民特别准备乖乖来拜石狮，希望伊食了后会当乖乖啊过望，唔通过黑白走。记者综合报道。伫台湾有好景致，也有满满的人情味。伫花莲有一间80年历史的便当店，有风声讲在这个月底要收起来啊。头家也讲，因为家己老啊，时车无想要线落做，所以决定要甲关起来啊。这个老主顾也真小情，听到就紧走来吃，也凸显花莲地区老店传承的问题。花莲市中山路甲中华路路口附近这间九寿便当，是伫当地开上过的老店。附近民众只听到将要伫这个月结束营业，未少的老顾客拢逐工来买便当。他们会觉得可惜啊。对啊，我开的牛肉饭我非常喜欢吃。非常喜欢吃。九寿便当是1937年开幕，上早伫玉里火车站头前，1959年搬到花莲市。生意上好时阵，一天营卖出8000个便当，即马景气无好，第2代头家也已经66岁，因为健康问题决定结束。年纪也大了，想说啊，就急流勇退吧，就是趁着8月31号之后就打烊熄灯了这样。当然是舍不得，可是没办法，实际就这样子啊。以身体健康为最重要的。第3代因为拢伫咧外地食头路，无法度接这个80年老店，也显示花莲地区真侪老店拢有少年人无伫身躯边的问题，加上经济无好，生意无好做，所以也只好接受。下一代没有意愿缺，我们总是要有这么一天，对，就是要让自己留一点时间给自己啦，就是退休下来。九寿便当开到8月底就会关门。看到黑白相片，想起当时的欢迎，业者也真唔甘。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做回来看好真。南韩政府在昨宣布讲，伫9月时阵会甲日本这个国家对出口管制犹太名单甲摕掉，会对日本来另外处理。外界也认为讲，这是为了用着经济手段，要来对付日本对南韩的措施。根据外国媒体报道，世界3大男观音之一的声乐家多米哥，伫咧过去30年来，利用伊的地位甲权势，甲30个女性是骹来手来，也讲这款低高性是公开秘密。多米哥也发表声明讲，这款指控拢是无影无迹。It was very low, and they do this too, and so I was full, and when he would see me in my costume, he would look at my chest and say, "How are you?" He would speak to my breasts. 今年61岁的退休歌剧演唱家派翠西亚·沃夫是美联社访问真侪和多名个性骚扰的女性当中，目前为议员议徛出来公开的一位。报道指出，世界3大男高音之一，今年78岁的多明哥，利用职务权势、地位和声望，在过去30多冬，至少性骚扰超过10多名女性歌手、舞者和员工。多明哥伊声明，这些指控拢无正确，相信家己对外所有活动和关系拢是受到欢迎。彼此下意，超过50冬的职业生涯，拢坚持相关标准。Oh, it was harassment. Absolutely. He wanted me to come home with him. He whispered in my ear, "I have to meet my rival." And I remember thinking, wait a minute. I'm not in a costume. This is my husband. What? I just said no to the head of this industry
What's going to happen in my career? I've worked 10 years to get on this stage. To say that this behavior was an open secret for decades. 美联社访问过60位业界人士了后，有9名女性出面指控，捌是受害者。一名女性就讲，多明哥捌对伊卡来手来，硬甲浸落去。发生地点伫咧更衣室、饭店房间和午餐会议的时阵，但是因有的人目前因为佫伫咧业界，所以无公开家己的身份。It's a little scary being the first person to speak up. I'll be curious to see what happens. 记者综合报道。人讲人猴唔达天来做对头，伫居民有一名瑞士少女桑伯格发起罢课救地球的行动，号召100万外个学生做伙来响应。今年6月宣布讲要来休学1年，按算要到美洲各地头来宣传地球暖化代志，也按算9月时阵要伫纽约举办的联合国气候高峰会来发言。That depends on the weather and the altitude. Sometimes there's a big high pressure. 村长向瑞典小女桑伯格甲伊爸爸解说到过大西洋可能遇到的天气状况。桑伯格6月宣布休学1年，8月中将在太阳能面板发电的赛艇到过大西洋9月到美国参加联合国气候峰会，先甲村长见面，要了解伫航行中可能遇到的天气变化。因为飞行机是拜托相关的交通工具，是火车20倍。桑伯格表示，伊甘愿开较济时间，目标规定完全零排碳。在太阳能面板甲水下涡轮的环保赛艇，用2礼拜时间为英国航行到纽约，伫联合国气候峰会上发表演讲后，伊将坐火车公车拜访加拿大、墨西哥，按算12月会到智利出席联合国气候大会。Me speaking to the UN is not going to change the situation. But if that can help to create awareness along with many other things, then I think that together we can try to make a change. 16岁瑞典少女桑伯格4年前被诊断出得到亚斯伯格症，不过伊真乐观，讲这个病是天公伯啊，予伊的运气。因为亚斯伯格症的人想法黑白分明，免接受白茶花，所以伊无法度接受政府无对全球暖化做任何行动，予伊真痛苦。今年8月开始，桑伯格到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国会外口静坐抗议，要求政府重视气候变迁的议题，得到全世界少年人响应。目前已向100多万个学生加入。桑伯格不只受到各国表扬，也得到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提名。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咱台湾气象的问题。高雄、屏东、台南、嘉义地区自昨暗到今日半暝拢伫咧落大水雨。气象局表示讲，这受到西南气流的影响，虽然今日这个雨水有较停小可，不过拜4、拜5会阁有一阵雨要来。中南部有可能会连绵停、连绵落，一直到拜6礼拜。受到西南风的影响。中南部地区的话，容易出现一些短暂阵雨或雷雨，特别是从明天到周五这段时间，由于整个西南风跟陆风的话，可能在凌晨到上午这段时间造成一些符合的效应，所以提醒中南部的民众要特别的注意气象局发布的各项的天气特报。根据气象局资料显示，今日雨落上多前5名拢伫台南，连得是落314毫米，是落上多。接落来是马庙309.5毫米，永康是280毫米，台南市南区是257毫米，以及着关庙254.5毫米。气象局也表示讲，这阵雨是因为西南风带动南方海面的水汽，佮加上英日分日本本州震动一个风台 Crossa 的影响，地气压也往北来刷震动。造成台湾天气是袂稳定，水汽也过来变较济。台湾中南部的水汽会搁再一直来，除了昨暗到今仔日半暝的大水雨以外，这个低气压若是搁往北来走，伫咧拜4、拜5有可能会落大水雨，有可能会雷公死呐，也搁有假热风。按算到拜6礼拜天气才会较稳定。
受到西南风的影响，伫这些森林、西犁、菜荽生产地也受到这个大水河来影响，因为这水拢无法度消透，真侪田拢浸伫水里。要农民是拼大雨，赶紧要来抢收，希望会当减少损失。这个西犁果菜市场也讲，落几暝，这个菜荽加减是会受损。不过讲这个菜价敢会来起，就要等到天气变较正常，才有法度来拍算。大雨拼几年，云林西螺农林来顺菜园，却因为雨路伤凶，边大排水卸袂利，水泉淹到田里，农民落田里行，水强要淹到腰，规区菜园拢浸水，农民烦恼菜拢浸水，无通收成。西犁大狗吼，拢都摆遮来啊，大狗水拢摆遮来，倒灌啦，倒灌所以才灌入遮规田拢淹了，这就是吼设计不良啦。虽望雨过来落，唔过要受农民趁大雨经收。在地农民讲，落雨害真侪菜叶拢歹去，真侪青菜拢浸水，若无经收，惊这菜拢会烂去。伊话倒去就了就烂去啊！啊，今年下早看偌济？啊，大约我做而且偌济算偌济。因为透西南风，云林自半暝3点开始做雷公雨，雨一直落到早啊，造成西螺种菜所在地势较低迄几位全淹水。西螺果菜市场表示，早起收无遐济青菜，菜价敢会起，搁爱评估。这波一次的话，对田间有影响，比较低洼的地区都有淹水了。啊，叶菜类要等气候放晴以后，才能知道说损害程度到什么样子。才有办法知道说它菜价到底会影响到什么程度。西螺果菜市场也讲，菜荽受大雨影响上济，不过高山的菜荽拢到差不多。昨昏西螺果菜市场菜价1公斤是大约30块，刷落来菜敢会起价，我要看青菜受损的状况才知。记者综合报道。时代力量最近是风波不断，党主席柯显智表示要负起政治责任，也辞掉党主席的位置。今仔日，这其他人也召开决策委员会，讨论要改闹的代志。不过，立委洪志阳下晡煞雄雄召开记者会，表示讲，甲时代力量这个党的理念是无同，宣布要退出时代力量，也和时代力量这个党敢若剩2名立委。我要跟党内一些朋友说对不起，就在这个时间点，我必须做这样的决定。心内真艰苦，向支持者道歉。时代力量立委洪志阳才呼吁爱全力挽留柯显智留任党主席，想要到下晡开记者会，表示甲党的理念无同，宣布退出时代力量。这是自林昌做了后，时代力量第2位立委宣布退党。2020这场选举已经剩下5个月的时间，已经没有什么时间再这样消耗下去了。如果我留下来，对大家来讲是一个羁绊，那我愿意成全，我愿意成全时代力量，往他要的方向走。洪志阳本来讲对党唔甘放，所以伫林昌志退党时选择留来继续拍拼，即马决定退党，以无党籍身份导致2010立委选举，理由共款是无感受到党内要处理路线无共款意见，伊认为时代力量无应该只注重部分区，而是要定根基层。如果有党已经提名了，那接下来时代力量应该要怎么样走？是让我们的候选人在那边自生自灭？还是我们还有其他什么样的方法？时代力量最近风波真济，立委高路义勇因为助理牵涉用职务提政府补助被除名，立委林昌祖、洪志阳退党，即马只剩黄国昌、徐永明2人。为过去立院第3大党，如今喜力的对此先退党的林昌祖表示，这几天有劝洪志阳留落来，不过伊讲伊的决定未改变。洪志阳委员一起携手嘛，因为他现在也是无党籍的委员。我想这是一定要的啦。这不管是过去还是到现在以及未来，其实慈用都是我非常好的伙伴。这4年多来，从创党到现在，我们很多的想法都很一致。退党了后，是不是加入民进党？洪志阳强调袂，伊选择正出时代力量困局，却让互乱糟糟的时代力量各受到严重打击。记者综合报道。看到香港伫咧反送中的情形，台湾政府也强调讲支持香港人民争取自由、民主、人权，这个立场是未来改变的。陆委会也强调讲，
只要符合规定，根据人道的考量，会用着个案来处理香港人民的需求。人权团体也建议讲，应该对制度来变巧。那有可能是因为这个个案要来协助，有可能因为这个政党轮替了后，就规个平盘。香港反送中运动是愈战愈热，真正传出香港警察攻击查某囡仔，可能互伊车迷纵火，嘛互香港的民众更加生气。面对香港反送中的状况愈来愈严重，台湾的政府搁一再呼吁香港的政府爱听人民的诉求，坚定支持香港人争取自由、民主、人权，嘛表达来台湾会甲因斗相共。我们都会秉持着尊重人权跟人道的精神，相关机关依照目前的法律或者是相关的规范，我们提供个案妥适的协助。台湾政府来甲香港民众斗相共，而且反送中以来这2个月，香港来台湾喜客居留也是定期的人数嘛明显变多。根据移民署统计，6月喜客居留的人数比去年同期增加88人，7月份是加码146个人。毋若申请变多，内政部嘛加紧喜客的脚步。若是捌去中国关押8个月，目前伫台湾居留的香港铜锣湾册店前店长林英基肯定台湾的友善态度。台湾人权促进会嘛呼吁，对制度开始改变。要拘留长一点时间嘛，比方有一些年轻人。我观察起来是让他在这边读书是最好的，因为他们大部分都是学生。比较明确的制度的建立还是很重要的，对，因为一方面是如果这个制度不建立起来的话，政党轮替了，那可能这个东西还存不存在不晓得。台湾会认为，全球的难民还有找找保护的人会一直增加。不过台湾目前无难民法，想要来台湾找保护是真困难。政府应该赶紧建立难民身份的完整审查机制，才会当来保障人权。记者综合报道。今年大学入学的考试已经来结束啊！教联会常委会伫顶礼拜也来决议，讲这个个人申请的第一阶段，若通过上侪初步筛选的囡仔。这个各科系会当根据要看重的科目，会当过来排一摆。若准各科系拢总15级分的囡仔伤过济，表袂出关系。这个代也决定讲，在每年时阵第2阶段要先加一个笔试，成绩好的囡仔才有机会来面试。学测头一届的5选是今年大学个人申请全国2092个系组当中，有50个系组一届发生大量降分超额。清大电机一组收40个人，一届过台506个人；高大材料工程收22个人，一届过台234个人上严重。要怎解决超台问题？教联会决议，明年开始各系会当依照考试科目筛选。对于超筛的人，我先看看他的数学，再看看他的英文，再看看他的国文。这样子的话，对于那种加起来同积分的情形，可能就会有一些改善的。不过，假使讲考生采参科目全部45积分，或者是敢若采过1-2科，各台一届各无结果，大建议明年第2阶段一开始就要增加笔试，选出成绩较好的学生2比2改面试。2阶段在筛选良好的这个学生的程度的这件事情做得不错，那所以我们当然会推广，不仅仅是包括那些比较多同分这个进来第2阶段的学系。为着要解决2届冲长的问题，大今年有10系采取共同笔试。教务长陈时中讲，会搁再调查各系意愿和详细内容，才会确定。大应立所教授国教明的理事长王立生是认为，凡是会当伫咧考完学测和公布1届的结果进前，各系看情形办理需要的考试。比如说资讯方面，APCS 或者是就是跟学测一起来做一个筛选的依据。针对今年的超台和降分增加情形，王立生呼吁教联会分析相关的数据，避免囡仔和家长加忝的。教联会指出，最近就会整理今年学测的数据，提供予要检讨的校系，找出更加适合的招生方式。记者综合报道。根据内政部的统计，今年顶半年全国建筑物继承转移有28000栋，是有史以来上界悬的。其中台北市是占上济，增加7.5%，是6都内面的第1名。
内政部统计，今年顶半年全国建筑物继承专业创下历史新高纪录，以台北市4961栋第一，比去年同期增加超过7%。第二是新北市，增的幅度超过1%。房仲业分析，上北厝价落袂落来，一般领薪水的人根本无法度负担，在个人社会下，继承遗产的情形会增加。这几年因为所谓高龄化跟少子化的关系，那再加上房价是处于一个高的水位，所以很多的准购房族，他可能在这种所谓购房规划上面来说，就会从过去的一个直接去做购买，那转而现在变成所谓等待继承。尽管房地两税合一以上的方式，移转房产不一定省税，不过顶半年依然比去年增加。六都中以桃园市第一，基础是高雄，房产专家认为，这也表示除了上北以外普遍的低薪现象，和真侪少年人倾向无被买厝，和父母以上的方式为囡仔买厝。现在的子女真的可能受薪阶级，他其实薪资成长真的比较慢，他真的是买不起了，所以的爸爸妈妈那也不管了。所以就是直接的，还是用传统的赠与的老路这样子去做进行，只是这个东西之后的税负成本就会比较高。以继承或者是送厝的方式每年增加，不过房产专家认为，受请家己也是应评估自身的需求，收集资料，若是税厝所开的成本，甲应接受房贷差不偌济，在能力范围内，也是应考虑买厝。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市去年争取到13.9亿的精湛计划经费，要甲立川流域做一个改造。其中，伫中兴大学立园道这块地啊，最近刷甲一个800多层一个乌帮树，刷买甲1/3尔。当初为着要配合政府来种树啊，才会教授，也感觉真遗憾。台中市水利局也表示讲，明年年底工程若结束，就会随间种回来。8月份真正是足热，台中市恒大立恒道美川路这排时间微粒内底，工人在咧甲规排的乌帮树扯掉，这树啊上无有30栋。乌帮树的味真正是足歹闻的，互附近的民众拢无介意。趁精湛计划立川全流域的改造，中兴大学这段形成计划要来去有水的设施，就需要甲200-300丛的乌帮树来扯掉，嘛互原本的树林补多减1点啊。就是它景观其实这样还蛮美，就会觉得很可惜啊。其实，可惜的是哪一个部分？就是这一片树林，对。即便它是黑板树，其实它的味道不会一直都存在，只是它开花那时间会有。这边总共原来的黑板树大概有880棵啊，那我们其实只针对我们工程必要范围里面新出值大概200到300棵。中兴大学事业林管理处的处长表示，原本是预定立园道每一丛种落台湾的原生种白树，5年了后再甲边仔乌帮树扯掉。不过即马听到台中市政府为着水利工程要甲大部分的乌帮树扯掉，嘛感觉真无奈。它是台湾的一些原生种，它病虫害比较少。那等到5年之后，它的台湾树木就可以取代那黑板树了。我们角度看也不是那个的，它是因为他们以工程的考量嘛。那我现在是用生态的考量。针对公民团体质疑，规个恒大立园道超过800丛乌帮树拢要扯掉。台中市水利局表示，敢若甲水利工程有关系200-300丛乌帮树会刷掉，其他500多丛的乌帮树，即马这个阶段嘛是阁会规个保留落来。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个粪扫要去车去倒，大家就起烦恼。在这个新德县，因为因无起粪扫分化炉，敢若会当车去别维修。无就是车去放伫迄个放暗场内底，也因为无所在放，也无车无路啊。新德县环保局也利用拍包的工程，将即寡粪扫拍包50钱，袂阁碰夹夹，或者粪扫嘛袂遐臭啊。后期先甲粪扫透过分类，佮加好喙，落尾甲煎好10支，了后来用这个全自动高效能的拍包机，一层一层包掉咧，就完成面头前这个粪扫拍包工程。经过包装了后，粪扫的体积超是1.25立方米，唔那要看的空间较细嘛，更加方便了后的运输工课。经过我们的那个筛分，那还要再那个消毒，然后再进行那个封选，然后再进行后面的打包作业，这样。因为新竹我们知道也是多风嘛，那个就是不是东北季风吗？就是西南气流啊，大概是这2个地方会比较影响我们的作业。因为新德县无分化炉，大量的粪扫造成坑大场，长期囤的无够使用。透过粪扫拍包，经过9个多月的工程，目前总共完成拍包2万多粒，剩的17000吨的粪扫，了后想办法来处理，或者是继续来拍包。
因为打包之后它需要摆放的空间会需要比较大一点，所以我们现在现场可能在空间上。整个规划上会怕使用上不够，所以目前我们剩下的垃圾还是以暂置在掩埋场的方式来处理那我们会定期的来做一个环境一个清洁的杀虫的一个喷药来减少对附近民众的一个影响。另外，原本代替小粪扫的新德市焚化炉，最近已经初步通过会调悬粪扫代处理收费的标准。未来新德县的粪扫问题，可能若是靠拍包减量，嘛需要斟酌评估长期的拍算。记者综合报道。在南投伊达扫码头，有业者也伫咧办海贼池啊，游客免开钱，敢若摕到厂商赞助的牛奶糖啊，就会当甲大头家来换食的、啉的，也佫有耍的，有影是有食佫有掠。这个活动所赚到的钱，也捐予南投的家扶中心。今年向热南投县政府伫热潭举办夜行的活动，游客坐船来到码头，远远就会当看到海贼形造型的灯，各有业者做伙伫遮创一个海贼池啊，希望会当创造热潭的新风潮。海报拿出来。有这个吗？几个？8个。没有那么多。5个就好了。4个。这一次的文算是非常不错的，所以说我们参加这个活动的话，以后就是拿我们的这个有没有看到？这个叫做什么？海盗币。来到我们餐厅来这边用餐的话，就可以换到1只鸡哦。民众伫即摆的活动内底，大家拢打扮做海贼，用特别的造型来佚佗，互人感觉真新鲜。那这个海盗市集呢，我们主要就是以东西来换东西，或者是说我们用牛轧糖来换取就是商家们提供的物资等等的。对，那我们希望能够创造南投地区的商家有一个就是跟我们这个活动结合，然后创造日月潭夜航活动的一个新风潮。海贼池啊，用糖仔做钱，民众摕糖仔就会当直接甲配合的店头换物件，实在真趣味，体会毋是用钱买物件的感觉。我们在这次的活动当中，我们所换取到的这个牛轧糖，我们全数都会捐给南投的家扶中心。业者用创意推销这个海贼池啊的活动，除了吸引观光旅游，卖糖仔赚到的钱，全部拢会捐予南投家扶中心。活动好耍以外，佫会当兼做公益。记者综合报道。中南部的雨水落袂停，咱做伙来看气象预报，就知情形。北部地区为26度到35度，中部地区为26度到32度。南部地区25度到32度，东部地区为27度到34度。咱来看外岛地区为27度到33度，还有未来3天气象。今日最后带您日本德岛来看因的阿婆母，也感谢您的收看，我是嘉豪，马上赶着时间，咱再会。
是欢喜的什么物件咧 ？A. 3点钟 B. 乌鱼子 C. 樱花虾。迄个即摆壳有3个点，所以可能大家感觉讲较有一寡花纹，所以讲花壳啊，应该是 A 吧。我听你讲的时阵，我会搬到楼落来啊。你是不是无去过东港？拜一到拜四暗时8点，公司台去台，全家有智慧。会当以台湾话来谈搁较深的代志吼。台湾话嘛会当讲艺术，嘛会当讲文化，会当讲当然嘛会当讲政治。咱是台湾人，脚踏台湾地，耳康所听到的是台湾消息。期待台湾新眼界这个节目会使用咱的语言来传播台湾的代志。每礼拜一到拜四暗时9点至10点，公司台语台台湾新眼界准时开讲。你是安怎无要转来？因帮去天顶大，伊才无转。我本想的是欠你偌济，嘛是爱清清的啊。拢无欠啊，早就清了啦。伊踏出这间厝的大门哦，就是甲完全父女关系啦。你甲伊毋是父女，我甲伊以为是母女。老大，出来看看。大家都要来码头啦，码头那边感情欠嘛，要做顾里，无什么要求。阿母，我卡车。查甫人会当做顾里，查某敢会当啊？こんばんは，歹势哦。咱拢要结婚啊！我若是想到你今日伫哥咧保暖，我就挡袂住。每礼拜六暗时9点，故你请准时收看。